严姑娘，我知道你一直对你爹的死耿耿于怀，但那毕竟是10几年前的事了，何必这样为难自己呢？还不如放下仇恨的心，找一条你想走的路。这就是我想走的路。小的时候，每当我爹去捉妖的时候，我就跟我娘在家为他诵经，祈求保佑他能够平安的回来。可是终有一天，他就再也没有回来。后来，我娘因为伤心过度，也去世了。再后来，我知道，原来我爹是被妖杀了。如果不是因为妖，我就不会从小孤苦伶仃，家破人亡。为了找到杀我爹的那只妖，我才走上跟我爹一样的道路，做一个捉妖人。我一定要找到杀我爹的那只妖，报杀父之仇。如果找不到的话，我就会杀光所有的妖怪。严姑娘，你不要再说了。还是我徒弟优秀，啊，坚定不移。本来嘛，咱们捉妖之人不捉妖，咱们干什么呀？这个牛鼻子哪儿那么多废话，讨厌！宁府到了，小仙姑娘就在里面呢。一会儿啊，我带你进去，好吗？谢谢。走吧。好了吗？好字，苍劲有力，颇有风骨，像你的为人一样。小仙姑娘过奖了。你怎么了？我们回宁府已经3天了，不知燕道长的伤怎么样了？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再施展休眠术？你就别担心了，燕道长武功高强，再加上月容姑娘的细心照顾，他一定会很快就好起来。你说的对，月容姐一向心很细，有她在，我的确可以放心很多。说起来，我还真是有点想她了呢。是谁说想我了？月容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都说想我了，我还敢不来吗？小仙姑娘刚刚说到你，你就来了，可见你们两姐妹真的是心有灵犀。那当然了。哎，还心有灵犀呢。你们俩在这儿写字画画，好不自在。可怜的我呀，不仅要煮汤煲药，还要受那个恶婆娘的气。月容姐，出什么事了？还不是那个言语生啊，每天一口一个妖孽还不算，整天像看犯人一样看着我，事针对我。我看呐，要不了几天，他不把我杀死，也把我气死了。严姑娘的确是有些不好相处，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啊，也没少跟她争斗。不过这也不能怪她，我们是妖，而她呢是捉妖人嘛。那又怎么样？我又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更没有伤害他呀。他要不高兴住在我家，他可以走嘛，厚着脸皮留下来也就算了，整天摆一张臭脸给谁看嘛？月容姑娘，雨生姑娘呢，她脾气可能不太好，嘴又不太会说话，但是呢，我估计她应该是为燕道长在那儿着急。那宁采臣在这儿代她向你赔礼了。哎，宁大哥无需多礼，也罢。一个言语生，连你和燕大哥都向我赔罪，我这口气啊也该消了。少爷，少爷，不好了！出什么事了？你快去看看吧，老夫人发脾气了。啊？
这青天白日的给我送来一口棺材，你们是想咒我早点死是不是？是谁？谁让你们送来的？老夫人，你就别为难我们了，我们只是奉命送货的。好，我不为难你们。你们现在把这口棺材给我抬出去，我宁家没人需要这个。娘，请息怒，这棺材是孩儿买的。什么？是你买的？啊，这好端端的，你买这么个不吉利的东西，干什么？难不成是想让娘？哎，不是娘，我老夫人，您先别动气。宁公子一向孝顺，全县皆知。这棺材其实是他的一番孝心。孝心？对啊，老夫人难道没听说过？在我们乡下，棺材又叫寿，大户人家都讲究上寿，就是儿孙们给还在世上的父母长辈买好上等的棺材，保佑他们长命百岁。棺材越好，就证明越有孝心。您看这副棺材，一看就是上等的金丝楠木，可见宁公子对您的一番孝心，真是难得呀。原来如此啊！是啊，娘，这棺材其实没什么不吉利的。看来我是冤枉你了，不过你应该事先跟娘说一声。是，都是孩儿的错，让娘受惊了。你也是一番孝心嘛。好了，棺材留下，陈管家带这些人到账房领赏。是，老夫人，走吧。这位姑娘是？老夫人，这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姐妹月容，她知道我在宁府，所以来看望我，没有禀报老夫人，还请老夫人见谅。原来是小倩姑娘的好友，怪不得口齿如此伶俐啊！既然来了，我也该尽地主之谊，留下来吃晚饭吧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，谢过老夫人。来，我们到屋里说。来，多吃点啊！别客气。谢谢老夫人。老夫人，您多吃点豆腐。我听老人们说，吃豆腐能养颜呢。养颜？我这把岁数了，还养什么颜呢？老夫人哪里的话，您看起来年轻得很，稍加打扮，我们这些晚辈都得靠边站了。小倩啊，你这个好朋友啊，嘴可真甜呢，在家里一定是招人喜欢的好孩子。是啊，老夫人，我家上上下下都喜欢她多过喜欢我呢。哦，老夫人您别听她的，小倩又漂亮又聪明，我才比不上她呢。好，两个都好。来，快吃，别客气啊。哎呀，人们都说女儿贴心，可惜呀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。老夫人不必叹气，宁公子一表人才，将来一定会给您娶回一个称心如意的儿媳妇，你就等着享清福吧。那倒是好，但是现在我希望他能够金榜高中，光耀门楣。男子汉嘛，就要先立业后成家。老夫人，宁公子才高八斗，月容借这杯酒，祝老夫人和宁公子心想事成。不如这样吧，我们大家共同举杯，祝福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心想事成。好，来，小倩，一起来。好啊。还有我，什么事都少不了你。来。小倩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明白，这个世上只有我陶静，才会全心全意地爱着你，保护你。小倩，陶静哥，你难道不想知道小倩在哪儿吗？
你知道？哼，不说就算了。喂，他人在宁府，一直跟那个宁采臣在一起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宁府。不许去，除非你带上我一起去。带上你？你想去闹事啊？当然不是，我娘见小倩多日未归，一直想让我去看看她，而我也有点担心她。你也会担心小倩？当然会啊。反正不管你现在怎么说，如果你不带我去，咱们这谁也别想去。好吧，我带你去。不过我们得约法3章。哪3章？第一，不许打草惊蛇，我们只是偷偷去看小倩，很快就回来。第二，不许伤害宁家任何一个人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，如果你再敢背着我，做对小倩不利的事，我一定不会由己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那我们走吧。等等，你又怎么了？反悔了？我是想提醒你，别忘了宁府门上那道符咒，有那个东西在，我们谁也进不去，得想个办法才行。老夫人。谁呀？是我，月容。这么晚了还没睡呀？进来吧。老夫人，我看您累了一天了，我烧好了水，给您泡泡脚，缓解疲劳。哦，这可使不得，你是客人，这种粗活就让下人去做吧。老夫人，我见到您就像见到我自己的娘亲一样，您就别跟我客气了。来。哎呀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我自己来，自己来。哎，水温怎么样？好，好，好，正合适。老夫人，如果您喜欢的话，以后我经常给您泡脚解乏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，那我可真有福气啊！老夫人有宁公子这样孝顺的儿子，那才是真正的有福气呢。那倒是。老夫人。月容有句话，还请您不要见怪。说来无妨，来到这儿坐着说。是这样的，老夫人，宁公子此次上京赶考，虽说以他的才华十拿9稳，但凡事有个万一。月容听说菩萨最为灵验，专门保佑那些赶考的士子们。如果老夫人愿意的话，不妨去许个愿，求个护身符。多个神佛保佑，总是好事。月容姑娘真是心细呀。其实这段时间，我一直很忐忑。采臣这次科考万一这样我就明天亲自去文庙。如果采臣这次真的能高中，我得好好谢谢你啊。老夫人客气了，月容何德何能啊？哪儿啊？谁说的？要是谁娶了你，那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啊！多谢小仙姑娘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人真的很奇怪。大门口那棵树陪着我从小长大，当我还在咿呀学语的时候，它只是一棵小树苗。现如今，我已经是堂堂5尺男儿，它也变得亭亭玉立。以前不曾对它感兴趣，但现如今看到它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宁公子，其实那副棺材是你为自己准备的吧？棺材铺的老板很有意思，他说金丝楠木坚如铁石，千年不腐，睡起来也很舒服。这人都死了，还管他舒不舒服呢？采臣，啊，娘，一会儿啊，我要去庙，
为你求个护身符，你要亲笔在这块红布上把金榜高中的心愿写在上面，我好一并带去为你祈福。哦，好，我帮你磨墨。娘，写好了。写好了，拿给我看看。啊，哦，老夫人，人家都说对菩萨许的愿不能让别人看见，这样才会更灵验的。对呀，那好，彩晨和小倩，你们2个跟我一起去吧。娘，孩儿即将进京赶考，想多读些书。俗话说心诚则灵，不如让小倩陪着你去就好了。啊，对啊，我陪老夫人去，就让宁公子安静的读书吧。那好，那我们走。好啊，走吧。哎呀，小四儿，哦，快点！来了。哎呀，真是，快点！老夫人，老夫人，上香吧。菩萨在上，宁臣是诚心祷告，请保佑我家彩晨一举高中，如得偿所愿，老身必定重修金身。老夫人，您平时积德行善，菩萨一定会保佑宁公子的。但愿如此。老夫人，我先去看看摘菜好了没有。你们跟我走。快走！月容，帮我把这个放到香炉里化掉。但愿菩萨能够看到彩晨的心愿。是老夫人，菩萨一定能看到的。老夫人，摘菜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哎呀，可是我现在还不饿。刚刚我给彩晨求了支签，不如我们先去解签吧。哦，也好啊。哦，对了，我听人说附近有个道士解签特别灵验，不如我们去找他解签。哦，那好啊。道长，解签。第9签，签文曰：昔曾许汝到春来，岂料营为亦不谐。且待菊梅开战月，依然名利两全哉。老夫人，这是一支中品签，敢问夫人要问什么？问谋事。谋事？
敢问夫人，不知是否有人要上京赴考？正是。道长，能不能解除我儿是否能高中？这……道长，有话不妨直说。实不相瞒，从签文来看，令公子才高8斗，可先祖是武将，所以家宅煞气太重，文曲星迟迟不能下凡。唉，故而科举一事，只怕是南柯一梦。啊，这可怎么好啊？道长，有没有解决的办法？办法有倒是有，只要在府上做足77、49天法事，消除煞气，把文曲星请到府上来，这样令公子方能一举夺魁。哦，那就有劳道长即刻到我家去做法事吧。啊，道长放心，银两老身绝不吝啬，只要能保我儿高中，到时我一定会拜谢道长大恩。夫人此言差矣，不过要是这样的话，我便随你走一趟吧。哦，多谢道长。到了，这就是我家。夫人，果然煞气很重。有劳道长了，快请。老夫人小心。哎，老夫人，这……怎么？小四儿，咱们走吧。啊，走吧。少爷，少爷，不好了！你这又干什么呀？慌慌张张的。又来了！什么又来了？妖！咱们宁府又来了2只妖，少爷。啊？在那边。少爷，你看。他们在干嘛？我不知道啊，是夫人带他们回来的。佛祖保佑我儿高中吧，佛祖保佑我儿高中吧，佛祖保佑我儿。小倩姑娘，麻烦你跟我来一下。啊！小倩姑娘，请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来了呀？宁公子，你先别急。陶静和我妹妹只是不放心我，他们绝对不是来生事的。不放心什么呀？哦，不放心我会欺负你，还是不放心你会放过我？我让你为难了？没有，宁公子，他们只是想在这儿待一段日子，我保证他们不会伤害任何一个人，请你相信我好吗？我当然相信你。小倩，陶静哥，老夫人那边怎么样了？她有没有怀疑你啊？小倩，你放心吧，夫人一心想让宁采臣高中，我说什么她都不会怀疑的。那就好。不过这么欺骗她，我心里总是过意不去。小倩，你是不是……啊，当然不是了，陶静哥，血海深仇我一定会报，但要在查出真相之后，我不想报错仇，也不想后悔，
只差一步，我就可以查出1000年前的真相了。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轻举妄动，可以吗？我就知道你不会弃我于狐族不顾，要不是另有打算，早就把宁采臣碎尸万段了。小倩，你一向最有主张，只要你提议的，我都会支持你。你放心吧，这次我和小环来，主要是担心你，怕你万一有什么事情，我们也可以帮你的忙。谢谢陶庆哥。你我之间，还需要说谢吗？这么晚了，谁呀？谁呀？宁公子，是我月容。哟，月容姑娘，这么晚了，你这是？我见公子熬夜读书，怕你累坏了身子，特意炖了补品给你。啊，多谢月容姑娘好意，只是采臣没有吃宵夜的习惯。可是人家都拿到门口了，难不成让我再拿回去啊？哦，那真是不好意思。那先进来吧，放在桌子上。宁公子，这可是花了我整整2个时辰呢。来，宁公子，快趁热喝了吧。有劳月容姑娘了。好喝。你别叫我月容姑娘了，显得生分。以后你就像老夫人一样，叫我月容就好。哎，小心，我来。不碍事，月容姑娘，不碍事。天色不早了，你赶紧回房休息吧，我还有些书要看。那好吧，我先走了。炖品你要记得喝完，念书固然要紧，身体更要紧。啊。大木头，燕道长，你在干嘛？燕姑娘，其实我想告诉你，我的伤已经好了。啊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我就说嘛，堂堂一个燕大侠，受了点皮肉之伤，怎么可能到现在还不好啊？我是不知道怎么面对我师兄。你师兄？哦，就是那个赤眉道长。怎么说，他都是我的师兄。我和他大打出手，还从他手上把小倩给抢了回来。哎，之前我有伤在身还好说，可现在我伤已经好了。无论如何，我应该亲自到玄真观去向他请罪。哎，少爷，这2天上京赶考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再有，老夫人还说，这2天看看你还缺什么。哦，对了。那口棺材放在那儿实在是太吓人了，您拿它干什么用啊？啊，少爷，少爷啊，怎么了？合着我刚才说什么您都没听见呢？哎，对了，小三儿，你觉不觉得最近月容姑娘怪怪的？啊，哪里怪怪的？她深更半夜的给我送宵夜，还说不想太生分，说都是一家人什么的，还什么？没了，哎，反正就是有点，好像是有点勾引你。对，你说怎么办？既然美女送上门了，那就顺水推舟呗。这怎么行？君子岂能做这种苟且之事？再说了，我跟月容姑娘之间又没有男女之情，不行。要不这样，让老夫人收月容为干女儿，你们有了兄妹之情。自然，其他的他就不会想了嘛。这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。哎，只是我娘，我不知道她愿不愿意。老夫人肯定愿意。你没看这2天，老夫人总是月容长月容短的，多喜欢月容啊！如果不赶紧的话，恐怕老夫人过2天把月容领进了门，就得做你老婆了。说得对，我现在就找我娘说去。哎，少爷，等等我。
叔，师叔。师兄。哎呀，你居然还敢回来！师兄，在玄真观与你出手相向，是我不对，所以燕赤霞特此前来，向师兄请罪。算你还明白。说，那株狐妖藏在哪儿？对不起，我无法相告。你还执迷不悟，一个修道之人，居然和一群妖孽为伍！师兄，修道的目的，在于普度众生。人也好，妖也好，都是万物精灵。我度那些善心尚存的妖精修炼，也是普度众生。到底有什么错？师弟呀，人妖有别，人是善，妖是恶，这是天地初开之时就已经确立的世间法则。你想凭借一己之力逆天而行吗？不自量力！盘古开天地，女娲造泥人，万物生来本是平等。所谓人妖之别，都是后人强加而已。师兄，你不分青红皂白，只看人妖之分，救恶人，杀善妖，难道这就是顺应天意吗？你真是无药可治。如果你不是我师弟，我一定会让弟子轰你出观。师兄，你我从小一起修炼，师弟求你再好好想一想，什么才是真正的玄宗正道？我就是正道，无需你来教训。你帮我也好，不帮我也好，我一定会找出狐妖，除掉他。是。月容啊，自打你来了，宁家上上下下赞不绝口。宁家人跟老夫人一样，待人和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待在这里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。真的呀，那就太好了。跟你相处啊，觉得很投缘，真想把你留在我身边呐。月容又何尝不是呢？跟老夫人在一起，让我想起了我去世的娘亲。如果老夫人不嫌弃，月容愿意留在宁府伺候老夫人。好啊，好啊。你看，我现在只有彩晨这一个儿子，一直想要个女儿。菩萨把你送到了宁家，真是成全了我。我收你做干女儿，意下如何？哎，月容姐，你来啦。怎么啦？谁欺负你了？宁老夫人。老夫人？怎么可能呢？她那么喜欢你，怎么会欺负你啊？她就是太喜欢我了。她刚刚说要收我做干女儿。干女儿？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啊，你是怕她发现你是兔精？这倒是应该好好想想办法。不是为了这个，那是为什么呀？小倩，我不想做老夫人的干女儿，我想做她儿媳妇。你喜欢宁采臣？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也不知道。反正当我明白的时候，我已经喜欢上他了。哎呀，小倩，你一定帮我想想办法呀！如果我跟他真的成了兄妹，那我就不要活了。月容姐，你先别急。宁采臣他是人，而我们是妖，人妖相恋是不会有好结果的。你再考虑考虑好不好？我才不管呢！你又没有恋爱过，怎么会知道没有结果呢？无论如何，不试一下，我是绝对不会甘心的。可是现在，我连试一下的机会都没有了。那倒也未必啊，只不过是以干兄妹相称而已，又没有血缘关系。你也说过，只要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，连人妖之别都不是障碍。
干兄妹又能算得了什么呢？而且做了老夫人的干女儿，就有更多机会可以接触她，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。你说呢？小倩，你说的对，还是你想的明白。那好，我就先做她的干妹妹，然后再做她的妻子。小倩，真是谢谢你了。那你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好。诸位，今天我要收杜月笙姑娘为干女儿，所以请大家来做个见证。从今天起，月蓉就是我们宁家的大小姐了。哎呀，恭喜啊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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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同喜同喜同喜！彩晨，从今天起，月蓉就是你的亲妹妹了。你要好好照顾她，你要是敢欺负她，我绝不饶你。是娘。月蓉拜见大哥。夫人，吉时到了。好，开始吧。干娘，请用茶。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来，从今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谢谢干娘。不用谢，都是一家人了。怎么走了几天，宁家变成妖精窝了？宁夫人，啊，雨生姑娘来了，坐吧。啊，干娘，您多吃一点。好，好。彩晨大哥，你也要多吃一点。你身负宁家荣辱，要多注意身体才是啊。谢谢月蓉姑娘。小倩，我能得到月蓉这样一个秀外慧中的干女儿，这功劳归你呀。要不是你这棵梧桐树，怎么会引来这个金凤凰呢？老夫人哪儿的话呀？这是你和月蓉姐上辈子修来的缘分，就算是没有我，你这个干娘也是当定了的。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到底是上辈子的缘分还是孽债，恐怕现在还不知道吧？严姑娘平时看起来一本正经的，没想到也挺能开玩笑的。是啊是啊，今天是我娘亲认月蓉姑娘为干女儿的大好日子，这种玩笑就不要开了吧。哎，这世上的人呐，往往就是善喜恶悲，可是大家却都不知道，乐极才容易生悲呀。严姑娘不愧是修道之人，说话句句禅机。不如就请严姑娘算一算，我大哥此番上京能否告中？哼，我又不是算命的，我只不过是一个捉妖人。杜姑娘，我师父已经请得文曲星下凡，此番宁公子一定高中，还请老夫人和杜姑娘放心便是。彩晨，还不赶快敬道长一杯？你若能高中，一定要记得道长的大恩大德呀。是。彩晨敬二位道长。宁公子，客气了。怎么样了？启禀姥姥，已经找到陶静和聂小倩的下落，他们眼下都在宁府。宁府？是。你是说他们在宁采臣家里？是姥姥。是要去杀宁采臣？依属下看，陶静和聂小倩非但不像要杀宁采臣，似乎
还什么？似乎还相处得很好。启禀主人，主人让下属打探的消息，我已经打探清楚，特来禀报。他们在哪儿？他们在宁采臣家里。宁采臣家里？属下还查明，他们在宁采臣家里并没有想杀宁采臣，好像还在密谋着什么。密谋什么？陶晋、聂小倩对我阳奉阴违的，去，带人去，把他们给我抓回来。主人不必动怒，对付这两个小贱人，何必劳师动众呢？既然是狐族的恩怨，就让他们自行解决好了。你的意思是，聂小倩不杀宁采臣，就没办法向狐族交代。她母亲作为狐族之首，就算是自己的亲生女儿，也不能包庇吧？那就是借刀杀人了。是谁？快出来！